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390例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拢上千例。6月到11月要注目第哪疫苗伫校方指挥组。早起代替一帮苗栗往花莲的自强号，伫家人的随风站发现车厢有蛇，驶到宜兰站，消防人员将车来掠蛇。交通部核定台南捷运4条优先的路网，中央补助818亿，市政府负担581亿。民代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其他公共建设的预算。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先增加1390例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拢上千例咯。今仔新北市增加500例上济，嘛增加一个中重度的病人，伊本身有慢性病。另外，指挥中心针对无症状也是轻症的病人，嘛说明解除隔离的条件。目前针对儿童的 BNT 疫苗伫采购的方面，冇拄到一寡问题。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1390人，境外移入90那新增一例的中度的个案是一位60多岁的男性，属于中度感染，有慢性的疾病。第一个是距发病采检日第4天内追踪2次快筛或 PCR 阴性，或者是 CT 值大于等于30。即在发病日跟采检日5到9天内，那边是追踪1次的快筛或 PCR 阴性，或者 CT 值大于等于30。那超过10天，我们就不再采检直接就解隔。那不过要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辉瑞我没有办法直接跟辉瑞来谈购买因为本来辉瑞在销售的区域就没有包含台湾。而是在 BNT， 而 BNT 把这个代理就委托给了上海。咱国内已经连续4天拢超过上千例本土病例，指挥中心昨嘛紧急配合双北市、桃园、和花莲这高风险的都市，40万剂快筛试剂。指挥官陈时中今仔早起伫立法院是表示讲，市民剂快筛试剂上紧5月初会上路，一个人上济会当买5剂哦，一剂会控制伫100块以下。物流公司将货车顶的快筛试剂即将持续运送到卫生局，因为新北市17单日确诊人数超过400人，疫情指挥中心紧急配送40万剂公费家用快筛试剂，予双北、桃园、甲花莲等高风险城市，将各有10万剂。昨天下午已经到货3万剂，那这些3万剂的这个快筛试剂，我们会分配给这个高风险区域以及校园来作为一个防疫使用。新冠本土疫情严重，已经连续3天确诊超过1000例，真多民众抢咧买快筛试剂，刷一支拢真歹买到。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表示，快筛剂是命剂，上紧5月初上路。调每一个人买5支几回，计销要希望压伫100块。你的快筛剂可能压到一剂变成100块吗？我们尽量努力有这个可能性。此外，食药署通过莫德纳6至11岁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儿童注的量是大人的一半，不过有国民党立委烦恼副作用，希望会当比照美国，和台湾儿童注辉瑞疫苗，要未少民众涌至教育部、加卫福部面前抗议。未来的确是有可能 BNT 可以开放使用给6到11岁的孩子。我实在不敢期望，因为这里面来来去去已经2个多月了部长，因为每次都有一些新的小的问题讲的，我们尽量就是说不要让这些小的问题干扰到整体的采购的程序但是事实上这个合约不太容易谈。但是中表示，莫德纳儿童疫苗今时开始做。拜三专家会议将会进行讨论，佮强调，唔是强迫大家拢爱做，家长摕到同意书了后，会当向医师咨询。另外，辉瑞儿童疫苗采购进度已经将合约草案送出，不过还未得到答复。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昨宣布讲，6岁到11岁的囡仔会当注莫德纳疫苗。教育部长潘文忠早起嘛表示讲，会甲卫福部做讨论，应该会以伫学校团体来做哦。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讲，政府一定会依照专家会议的意见来办理，嘛会尊重家长的意愿。
本土疫情一直咧传，各界嘛一直呼吁政府讲，都爱赶紧予6岁至11岁儿童来注新冠疫苗。卫福部17宣布拜三讨论，6岁至11岁儿童会当注莫德纳疫苗，剂量是半剂，2筒都爱让28天，会和卫福部来讨论相关的注射措施，并且尽量以校园团体来自为原则。那原则上会比照之前12岁到17岁青少年施打的这种模式啊，那么尽量以在校园团体来施打为原则，一定也会争取家长的同意书啊，之后才会来确定施打哈。因为美国干那予12岁以下的儿童注 BNT 疫苗，台湾煞来注莫德纳，安尼嘛引起真侪讨论。潘文忠强调讲，这是卫福部专家小组讨论真久的时间了后决定的。赛后会注意这个事项，一定会让家长充分来了解了后，才会来做。相关的疫苗等等，也都依相关专家会议及我们整个作业来施行进行，都会有一套严谨的程序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来办理，同时也一定会尊重家长的意愿。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出面来咧讲，强调政府对保护幼童真注重，伫咧自进前一定会尊重家长的意见。小孩子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像是心脏方面有一些先天心脏病等等，大家会担心会不会打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问题。那像是有一些气喘、过敏性的体质等等。其实，在这样施打疫苗之前，可能还是要担心说，小孩子打了新冠肺炎疫苗，虽然不一定有心肌炎，但是有没有其他的严重不良反应？专家强调讲，学童要自进前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评估，嘛呼吁讲要注意学童注了后的不良反应，都要做好预防甲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昨增加来本土病例，其中有3例是甲4月初10中昼卖了一间餐厅结婚办桌的传播链有关系哦。这3天计共已经有来人确诊咯。云林县的卫生局是表示，这场的办桌有考虑107个人居家隔离。云林县有55个人，其他县市有52个人。云林县嘛已经有来人胃着病咯，感染率算是真高哦。未来嘛可能会阁有新的案例。消毒车伫云林大细街路来回消毒，因为17云林增加6例本土确诊个案，有3例个案甲卖了餐厅食喜酒的传播链有关系，包含住伫咧云林大细一个60多岁勇士好港伊的查某囝，伊4月初10有去食喜酒，即马搁传染互做伙大亲人。那这个案子呢，一直到目前呢，都还在持续的我们在追踪当中，但是也陆续都有发生案例哈。到4月17号呢。总共有3例哈，2例是本身有参加这个喜宴的，那另外1例呢是延伸到他的同住家人。云林县卫生局表示，这场喜酒4月初10中昼伫咧卖了一婚礼餐厅举办，头一个发病的个案伫咧4月14，是一个30多岁住伫好尾的查某人。刷落4月16，搁增加2例，17增加3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例确诊。我们总共匡列了有107个需要做居家隔离的，那107个在本县里的是有55位，那在外县市的是52位，那在我们本县市匡列的这个55位的当中呢，就已经有这个本身有参加喜宴就有5位，那将近10%的一个几率。卫生局表示，目前这6个人平常时出入活动的区域，包含好尾、麦寮、甲大细这3乡镇，因去过所在已经完成消毒。不过是爱呼吁4月初10这天有去过麦寮一婚礼这间餐厅的民众，若是有咳嗽、拿喉痛等等的症头，都要赶紧通报卫生单位做体检，避免传播链搁再扩大。记者综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三甲有一个查甫人，明明已经确诊，佮出门去拍照，甲朋友拍球买物件哦。伊佮伫社群媒体发动态，互网友检举，卫生局要罚伊150万。另外，已经互隔离的台北市长郭文地、佮副市长黄珊珊哦，嘛拢利用时讯来开会。市长郭文地就讲，即马全台湾有6万人互隔离，人数可能会愈来愈多。郭市长甚至认为讲，这礼拜全台湾会大乱。民众伫咧自发运动时阵，但即马疫情摊开的时阵，本来就应该更加小心防疫。严格伫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确诊了，还阁出去甲朋友拍球，规段过程还阁一直放伫咧 IG 发限时动态。有网友看袂落去啊，
截图检举。这么卫生局决定要动发。他是我们居家照护的对象，所以他必须要在家中一人一室做隔离。他已经是确诊者，明明知道自己是确诊，还私自外出，而且还公然PO网，严重挑战公权力。所以我们决定在考量种种情况之下，要重罚他150万元。在新北市三峡这个查甫人，4月14 PCR 采检确诊，本来是爱伫咧厝隔离，不过伊无遵守防疫规定。4月16，把手机放伫咧厝内，偷偷走出去球场拍篮球，也出外买物件，甚至自头到尾拢无伫咧写，无伫咧秘，发伫咧家己的限时动态。因为违规的情形真严重，卫生局强制移送集中检疫所检疫，并且改罚150万。以前同款真严重的台北市4月18举办居家照护，市长郭文哲加副市长黄珊珊。因为北家确诊者接触，目前是伫咧厝内隔离，应实行开防疫会议。我都可以非常清楚，这个礼拜全台大乱。你想想看哦，现在6万人被居家隔离，你为了照顾这6万人，你要花多少力气？因为本土的确诊个案一直增加，比居家隔离的人数也愈来愈多。郭文哲担心社会机能可能会因此停来，也讲这礼拜全台湾可能会大乱。这么上重要的是爱避免经济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发40万剂快筛试剂和高风险的4个都市，昨暗华人就收到10万剂哦。目前嘛先发予有伫名单顶头的接触者。因为惊讲去病排队做快筛会被感染，华联真侪民众拢是去药房买居家快筛试剂，不过家顶拢空空买无，都买不到，这个是不正确的哦。我非常不同意这个事情，而且它基本的价格只是60几块，药房要卖到300块，最高卖到300块左右。我们进来好几百剂，就是大概2-3个小时之内全面消光，就是在全中医那一段时间。为了要应付被列入高风险管制的需求，卫福部17项分10万剂公费居家快筛试剂给华联，不过10万剂只敢提供给列册名单内面的接触者，一般民众无通领。我们会对于所有的确诊个案，他的职场、他的亲密接触者，然后照册之后呢，到我们卫生局去领这个居家快筛试剂，然后呢，请他们的主管或是一个负责人来监督他们所有的人的快筛的结果。卫生局讲，一共2种方法会当领居家快筛试剂，一种是官府合作的26间诊所，不过按医生判断；第二是启动快筛实名制。但是中央目前也搁伫咧甲各药房协调，上紧爱后礼拜才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中型海运一只货柜船哦，当天轮伫3月13，伫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外海的特达，昨总算浮起来咯。一只货船哦，伫顶个月13，准备要驶入去深海海域的时阵，坠落去偏去，结果特达。个外过来哦，美国的海岸防卫队一直想要斗3天，要甲这只船油叮当，船顶5000个货柜嘛已经提落来500个来减轻重量。这嘛已经传来好消息咯，伫当地时间4月17早起的7点，因为远楼哦，这只货船已经家己浮起来咯。再来看台铁今仔早起一台27里列厝苗栗往花莲的自强号驶到基隆的瑞丰站的时，有民众发现讲，伫12车厢内底出现一只1公尺长的蛇，互旅客是真惊吓。台铁是先疏散12车厢的旅客，伫宜兰站停落来的时哦，宜兰的消防分队嘛上车去掠蛇。初步认为哦，这应该是旅客挑物蛇，依照铁路法的规定，蛇类的动物是袂送上火车哦，所以上侪送罚7500块。这条1公尺长的蛇，被一个火车车厢的滑手顶头，民众看了真惊。台铁27里列厝苗栗往花莲自强号，今仔早起8点19经过瑞丰时阵，有人发现行李架顶头有一尾蛇，赶紧通报列车长。人吗？还是你发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我要交代纸啊，嘿，然后发现那个，不好意思，我们车要开了。台铁赶紧疏散这只车厢的旅客，并且通报宜兰消防分队，伫列车伫咧宜兰瓦站的时阵，去伫车顶掠蛇。消防人员到现场了，确定是一尾悄然无毒，该掠去笼仔内面。因为这尾蛇无攻击性，
民众怀疑可能是有人饲的。这蛇类应该是宠物蛇类的，它属于蟒蛇类，所以它比较没有攻击性。其实就是按照铁路运送规则的部分，它就是一律不能带下车，再进站就会应该会阻挡。依照台铁局旅客运送契约第46条，旅客是袂当早蛇上车，鸟啊、较歹的野兽也袂使。若无会当依照铁道法罚1500到7500。目前台铁抑阁直咧调查，这只蛇是安怎来？若真正是有人走去你车顶，将会依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政府要开千亿来强化全台湾的电网。经济部佮台电拢表示讲，4月底一定会公开相关的计划，因为即马特别进入热人用电的高峰咯。我计是真烦恼，讲跳电的几率敢会愈接咧。台电董事长张文生今仔是强调讲，今年的热人供电会当稳定。另外，针对7月份油价电敢会拢起价，经济部嘛强调讲，会甲财政部来讨论继续减免货物税的必要性。货物税的部分，事实上还会再跟财政部这边做讨论，是不是要能够继续减免？这个只要展延就可以办理。油品货物税减扣，干那到6月底，搁过2个外月，油品每公升的价销就会加1.6至2.2。经济部处长兼任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伊正乐观咧看待，不过嘛唔敢甲话讲伤饱，因为这个变数还阁真济。最近国际油价当咧波动，不过每桶要是破100块美金，油价压力要是真大。那列个立委呼吁讲，油价、电价这甲民生有关，更加袂当互这个通膨来压倒经济。没有理由在这个时间点去做有点双涨，一定要照顾民生，先把我们的经济的基本盘顾好。抑制物价不是推波助澜，一定要非常小心。滚动式检讨的时候，它摆为是最优先的考量。6月热人的用电都得要到了，除了讲关心电价以外，各界更较关心这个跳电的问题。303大停电了后，规台湾大小的停电一直来。张文生表示讲，1000亿的强韧电网计划，这相关改进项目已经有来咧做，嘛因讲会伫4月底来公布。也若讲这个热天用电的尖峰，供电无够的谣言，伊嘛搁再因讲，伫今年的热天会真稳定来供电。大修机组也会陆陆续续在5月份开始全部都会回归，再加上水情稳定丰沛的状况下，今年夏天的供电状况是稳定的。另外，河水费伫今年7月上路，不如个敢若伫大水期征收。部分立委嘛认为讲，这个效果有限，建议讲规年来征收。不过嘛有立委反对。因为国内物价压力大，烦恼这个河水费会来出现转嫁的效应，安尼会来杀关物价。认为讲要都爱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邦桥一间托婴中心，伫4月12有一个查某阿婴仔，亲像互人用面罩皮去头壳，后来不幸死亡。这个查某阿婴仔妈妈今仔早起开记者会指控讲，对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讲伊的查囝互人用面罩皮去头壳，嘛拢无人去关心哦。伊认为中心应该予严重处罚。新北市社会局是表示，托婴中心阁有托育员，拢会予以上重的处分，嘛会罚伊24万。我想他能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好想他。想到家己的查某囝伫托婴中心困到，煞予棉被砍头死亡，这位家长是真艰苦。监视当天的监视器画面，毋但囡仔的头予棉被砍掉着，托育人员阁吸涂骹，甲地毯放伫囡仔的棉被顶面，现场输生的比例嘛违反规定。4点多，这个涉嫌人就开始吸地板，他还把地垫甩盖在我女儿的身上，甚至用脚踩在我女儿的腿上，一边用吸尘器吸地板。家属甲立委要求新北市政府严格处罚业者，并加强稽查，唔通个悲剧搁再发生。那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因为棉被盖头而造成的遗憾，过去其实也曾经发生过。所以我觉得我们相关的主管机关真的应该要来正视，并且很明确的来告诉托育人员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行为。确实有严重的不当跟疏失。所以本局已经针对中心跟托育人员的部分，祭出最重24万的处分。日服联盟表示，这几年来确实有不少案例，
托儿中心为着让囡仔好露面，就甲因规个面拢砍掉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他们的设施设备灯光就要可以做弹性的调整，当孩子睡觉的时候灯光就可以调暗，或是窗帘可以拉下来，而不是用这种物理的方式盖住小孩的眼睛、口鼻，这么危险。然后平时睡觉的时候，其实托儿人员还是要随时留意孩子睡眠的状况。医学联盟建议，自囡仔对托育机构转到厝了后，家长会当注意囡仔的身体外观和情绪感受变化。若是机构有提供用餐或者是困到的影像，嘛当注意囡仔的状况感受正常。上重要的是，机构的主管就要随时注意托育人员的各项工作感受落实，才会当保护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小港有一个中医师涉嫌对2个查某病人卡来手来，一审红判10档，2审因为甲受害者和解，改判7档。也毋过拍官司的期间这个中医师嘛是阁继续看病人，互妇女团体是真烦恼，嘛感觉真不满因呼吁卫生局应该要提出办法。手也是脚酸痛、身体无爽快，有一寡民众拢会透过中医改善。但高雄小港区一名林姓中医师，伫2019年6月到2020年3月，涉嫌性侵2位女性被犯3解，一审红判刑10档，2审因为甲被害人和解，高雄高分院伫3月13号改判7档。但高雄市妇女心智协会发现，这名中医师到今嘛还搁咧执业。高雄市的卫生局能够尽速的移付惩戒。我们的医惩会能够尽速的废止我们医师的执照，他有这个事实，其实就是已经超越了医病关系。这个就本身就已经违反医学伦理的一些规范。协会表示，高雄市卫生局医师惩戒委员无任何的作为，但是学校当地老师拢会当暂停职务，医师法无明确的规范，恐惊变成是一个漏洞。加上2审判决了后，医生若是上诉成功，阁会拖3个月到半年的期间，若是持续咧看诊，女性病患就医的安全无人来保障。今天如果被这个起诉，或者是被这个报案之后，却要等到这个法律判决，甚至1审不够，要等到2审甚至3审，你才有所行动。那其实它制造了非常大的空窗期协会呼吁卫生局赶紧来补破网，废止这名中医师的医师证书。市府回应，卫生局对这个案件非常的重视。代志发生了后，有无定期随时派人抽检，嘛要求医师伫咧看诊的期间，拢要有护理师陪同。等甲专案定案了后，就会随请因来做出决议。记者王柳婷、明昭宽高雄报道。大甲妈了紧接单结束，刷来白沙屯妈祖伫5月20也要出发进香，今仔开始接受报名。江天宫是表示，因为疫情的炭烧，信众爱做3档的疫苗才会当报名。为了避免群聚，所以庙方今年嘛无要提供大的所在，预估今年会有9万人参加。规排以头仔甲细只椅排做一列，就庙伫白沙屯江天宫的香客大楼围做一列，这拢是要准备报名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信众所排的。而这个来自嘉义的信众，为着要替高龄90岁阿嬷来祈福，6天进前就来排队，顺利取得头香，成为头一个报名香灯卡。我没有带着阿嬷徒步，但是我都亲自妈祖佛说，我可不可以代替他背着悲伤，然后帮他走。对，走完全程。走完全程。这次白沙屯妈祖进香，刷落伫大甲妈祖了后来开始，已算起9万人来参加。苗栗江天宫表示，报名香灯卡的时间到后个月16号。不过受到疫情升温的影响，信众除了填写报名单，还佫要附上注满3剂证明影印本，庙方才会发给因8张，确认了后才会使来参加。又为了要避免群聚，嘛开放代理报名。因为有卡在3G 的问题，应该不会如我们所讲的9万人报名。那当然还是安全为主啦。没有打3G 的，我们今年就暂时不要去进香。江天宫表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香客大楼无提供大的所在。不管是出现信众排队的现况，嘛呼吁信众要做好家己的防护。而目前进香的行程无受到影响，伊算5月20号出发了后，22号行到北港，由于白沙屯妈祖的路线都是由妈祖来决定，对着信众来讲，将会是一大考验。记者苗栗采访报道。
台湾股市今仔开盘就落破17000点，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早起表示讲，台股甲国际股市有联动，也毋过比较起来，台股最近算是落了无介济，基本面嘛是个真好。因为前个股价最近又搁开始要开股东会咯，金管会嘛已经开放会当实时开会，目前有57间公司表示会以实时来开股东会。股市的盘面规个青片片，台股伫10月即天小可落45点了后开出，万七大关再度来失守，尾下个落价一直扩大，盘中一直是落到135.81点，其中金融、观光、航运还有钢铁拢落超过1%。面对台股搁再来陷入震动，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个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讲。台股和国际的联动真大，近期的波动更较强，所以落价相对有较少，基本面还阁真好。如果台股目前基本面那么好，那为什么台股现况是不是有被严重低估的疑虑？那现在就是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因素交错的影响，但是很多不明朗的情况之下，所以投资人难免都会比较犹豫一点。黄天木引用德国证券教父伫个即个看教的理论表示讲，狗有当时会徛伫主人的头前，有当时会伫后壁，就亲像股市的起落共款。将其尾狗要是会转去主人的身躯边，这代表讲台股将其尾也是会回归基本面，而且上市规目前的盈利吸收拢是真好。所以基本面要是爱选股重要的标准，伫近期新冠疫情有可再压起来，面对这个股东会就得要来咯。安尼是要安怎来应付超测呢？有的公司规模很大，股东的人数可能很多人呐，几万人、几十万人，那你的这个线上股东会有办法容纳这样子的同时上线的这个量吗？去年来讲的话，我们平均参与股东会的人数哦，基本上来讲的话，大概只有13个人。我们有做过压力测试，我们可以同时在有10万人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视讯股东会。根据一部计算所的统计，已经有57间公司公告会采用视讯辅助股东会，有1024间公司预计要来修改章程了后，会伫个未来采用纯视讯方式来开股东会。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长游锡堃今仔早起将对新国会园区的地点开记者会。目前全台湾是有19个预定的地点哦，明仔载开始会陆续来甲各地方政府直接。头一站是台北市政府，市长郭文地是表示讲，位伫仁爱路以在空军总司令部，也是后备司令部是正适合的地点哦。游锡堃是表示会以开放的态度来甲各界交换意见。立法院前件已经讨论几啊年，即马跨出重要第一步。院长游锡堃带团展开新国会园区选举的行程，提出予立法院加做真正的最高民主电动。全国人民集邮电控中心，国内外游客参访地标等5大观景。立法院伫1961年成立，即卖地址已经有61年，是全国各级民意机关上老旧的建筑。多年来的使用，造成办公场所委员研究室、会议室散伫各所在。游锡堃讲，连甲其他先进民主国家国会比，拢讲不出嘴。好，慢了30年。那我们是觉得，以现在台湾在民主方面的表现，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庄严非常庄严，代表国家主权象征的一个国会，那来凝聚全国更好、更多、更深的向心力。可能性的对抗跟沟通，为什么叫做对抗？因为这个民主社会，有人会反对这些地点在这里。有人会赞成这些地点在这里。目前立法院前建提案地点，包括原地址在内，拢总有19个所在。游锡堃将带团19启程拜会各地方政府。现在等于是有19个地方，那我个人是开放的态度。游锡堃讲，伊任内目标是找到适当的地点，并未便利预算改革。保持开放态度，就这座倾听之旅，甲各界沟通，各由各党团推荐委员成立的国会前建监督委员会做政策讨论甲决定。记者综合报道。
交通部已经核定台南捷运4条的优先路网，市政府嘛提出经费分担的比例哦，中央补助818亿，台南市政府家己负担581亿。民代是拢真支持哦，也毋过嘛真烦恼讲预算上过济，会去影响到其他公共建设。六都内底唯一无捷运的台南市，前几工交通部已经核定台南捷运4条优先的路网，也决定要做单一铁路的系统。台南市交通局也提出经费分担的比例，按算中央补助818亿9700万，台南分担581亿8300万。虽然民代大部分拢支持建设，不过嘛烦恼讲10栋内要完工，敢会伤过乐观，抑佫有敢会造成上大的债务留予子孙。我想一个重大的公共建设。或道路的开辟等等的重大工程，其实是不讲求自偿率的。那但是它促进的是一个公共利益的一个效果。市长性的基金无算负债哦，会拖垮财政。但是当举债，怎么差不多遐个钱，咱都全部拢这种建设者和全里面者嘛，无可能。台南市交通局表示，目前捷运是依照可行性来按算经费，未来综合规划时阵会有明确的估算。若中央甲地方伫咧负担捷运的建设经费，无惯例通好参考。未来市府也会积极甲中央来争取减少地方的财政负担。捷运除了票箱跟附属事业以外，我们也会透过 TOD 发展的一个导向增加我们的一个租税增额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容积增额跟我们土开的一个财源，我们会积极来筹措整个建设经费。台南市财税局也指出，去年底公共债务比前年底减39亿6500万，未来也会活用债务调度空间，减少这项建设基招来收入。因若根据交通部的规划，进度上紧的南线已经进入综合规划上尾阶段。按算6月会完成报告，年底进前提报予交通部审议。接落来就进入基本设计，大约2档，通报是按算爱8档，也就是讲上紧10档后，台南会有头一条捷运，也就是全台头一条单一铁路的系统。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美福村口发生火灾已经过月了，附近的民众大家拢爱忍受臭味，安全反应嘛拢无啥路用，所以因造成自救会今仔去桃园市政府抗议，要求赔偿。环保局是表示讲已经损坏美福村口600万了，嘛要求讲因爱赶紧甲垃圾拢处理掉。玻璃拢挂一个拍开，后摆内底出现肉类臭气的臭味，规个鼻都强要吐。伫个现场的人鼻拢甲掩起来。桃园美福冲突火灾发生到今已经过月，伫遮的居民表示讲，因逐工拢生活伫个比现场搁较臭几落万倍环境内底，拢无人要插因，是要安怎？居民的感受就是每天都很想死，就闻那个臭味，闻到每天都很想死，然后已经快要发疯了。然后就是30几天求助无门，最真实的感受就是臭到快要死了，然后没有人管我们死活。漂语口号拢咧反映受害居民因的心声甲无奈。受害居民因组成自救会，18即天来到桃园市的政府头前咧抗议，要求政府都要徛出来代替求偿。另外，南崁的居民因全面健康检查，赔偿一个人1万块。厝内若是有老人甲囡仔，还阁来加倍赔偿。每一户还阁有一台空气清净机。4楼的部分已经完全清理完成，6楼的部分，那目前已经加强结构了，那目前也清了1600吨以上了。那我们也会持续督促美孚公司加快清理废弃物的脚步。环保局强调讲，一切照法来行。若讲到美福公司现场遮个臭干干的物件产生的臭味，已经照空污法甲废清法的规定，重罚业者600万的罚金。环保局甲罗德区公所嘛协助民众和美福公司刷礼来协调赔偿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要求乌克兰南部重要的港口都市马利坡爱导航，也毋过乌克兰拒绝。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罗西亚的军方手段真粗残，佮无领导，放掉要来停止和谈。另外，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佮受到攻击，嘛造成5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一个查某人受伤倒伫咧涂骹，急救人员正伫咧解救的时阵，无偌远阁有炮击的声音。
炮弹一来，大家赶紧找所在避。受伤的这个查某人，还佫倒伫咧外口涂骹，急救人员趁机会赶紧将受伤的骹包起来。另外，还佫一个查甫人血流未停。乌克兰东北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官员讲，俄罗斯军方的空袭造成死伤，公寓被炸毁，落的拢是玻璃碎片甲倒来厝，还佫一粒爆炸火箭。自俄军对基辅转向东部进攻了，离俄国边界21公里的哈尔科夫已佫正做目标。伫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州长也讲，17当地受到连续火箭炮攻击。俄军进前叫马里坡放下武器投降，就当保掉性命。乌克兰讲无可能。Я вважаю, велика помилка, якщо вони дійсно говорять про те, що вони хочуть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亲俄罗斯势力的军队已经到亚速甲伊利奇两个大型练钢厂，不过也佫无法度证实这项消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36旅，即马也佫守伫咧这两个所在抵抗俄军的包围，一直到火力用完。亲俄罗斯势力讲已经控制全区，可能也佫一寡懒散的乌克兰军队。莫斯科讲有400位外籍佣兵被围困伫咧马里坡，钢铁厂内面有防空会当互因避。Однако киев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по данным радиоперехвата, запретил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сдаче в плен, приказав нацистам Азова на месте расстреливать любых желающих сложить оружие сред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Ведутся на 6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В случае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оказания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все они будут уничтожены. 俄罗斯讲，马里坡的军队通信用6种语言，若是有进一步的抵抗，将会排除所有的障碍。马里坡目前只敢若剩12万人。纽约时报报道讲，俄军就准备占领马里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罗西亚的军舰莫斯科号和乌克兰的飞弹拍到沉船，船顶阿兵哥哦，亲像拢失踪。也毋过，罗西亚的国防部昨日有放出一段影片，讲这阿兵哥人拢好好，嘛强调讲军队并无受到影响。画面会使看到海军排规排接受海军总司令的阅兵，这是罗西亚国防部昨日对外公开的影片哦，讲这阿兵哥是莫斯科号的海军。军方亲像是要用影片来反驳外界风声讲的军舰莫斯科号和乌克兰拍电去，船顶有500载阿兵哥，敢若有5载的人活落来，其他的人拢失踪的传闻。再来看美国这国外节的假期是真无平静，发生3件大规模的枪杀案件。南卡莱罗纳州汉普顿郡的夜店哦，佮有购物中心，连续2天拢有抢案。伫宾州彼兹堡的一场派对哦，佮有2个未成年人互请，但是有11人受伤，计共是有3件枪杀案，造成2个人死亡，至少有31个人受伤。现场救封锁线，真侪警察伫咧现场搜证。美国宾州匹兹堡市北区一栋短期出租的厝，17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迄当阵正伫咧办一场 party， 现场差不多有200多人。枪手伫咧室内开50几枪，有人对厝内窗仔门跳落，造成骨头断去加侧壁伤，也佫造成2个人死亡。 2 lives lost, and hundreds of lives are forever changed because we have yet to pass meaningful legislation to lessen the amount of guns in our streets or provide the much-needed resources to communities desperately in need. 警方认为，犯案现场有几多位枪手，正伫咧继续调查。美国复活节的假期拜六无啥平静，包括这件枪击案在内，总共发生3件大规模枪击事件。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一间购物中心，当地时间16下昼也发生枪击案，造成9个人着枪，5个人跋倒，总共14个人受伤。We don't believe this was random.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in situations like this. We believe that the individuals that were armed knew each other. And there was some type of conflict that occurred that resulted in gunfire. 不过目前只敢若一位22岁嫌犯被抓，将会面临着非法诈枪的指控。而且代志发生的隔当天，汉姆顿郡的一间酒吧也发生枪击案。当地执法部门讲，并无接到人员死亡的通报。CNN 报道指出，至少有9个人受到枪伤。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来看丹麦极右派的政治人物，最近伫瑞典的真侪都市发动反移民甲反穆斯林的抗议行动，嘛呛讲要烧可兰经来抗议哦。和部分的民众真不满，嘛去现场抗议，嘛发生警民冲突，至少造成3个人受伤。
停伫咧路边的几落台车，互人放火，烟一直烧，警察到现场赶人，无想到讲示威的人连警车也无放过，自驾驶座放火烧车。示威的人抑阁无够气，摕石头弹警察，甚至爬起伫警察车顶头一直喝休。4月17复活节假期，随便几落个所在发生反自由派示威抗议。虽然警方发出声明讲，警察向民众开枪，有3人和跳弹射着受伤送病去，约那烧车的部分总共掠着17个人。规件代志的原因是因为40岁丹麦自由派政党强硬路线的党魁帕鲁丹。打算要伫咧瑞典参选，伫最近伫咧几多座城市巡回，拜访穆斯林社区。不过，2020年，伊捌因为伫咧公共场所烧可兰经被掠起关，即便放话讲，抑阁会烧一遍，引起反极右派人士的不满。所以自10时开始，就伫咧极右派计划要办活动的所在发动抗争。伫咧瑞典南部城市林雪平，抑阁东部的北雪平，以及中部的厄勒布鲁。4天内就发生几多件反示威抗议，瑞典的司法部长希望示威者赶紧转去，并且讲帕鲁丹的行为是想要宣扬暴力分裂社会。伊拉克的外交部也来关心，警告讲这可能会破坏瑞典甲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来看苗栗昆武事业会起舞掩埋场的争议。伫4月初，公司第3届向县政府提出试运转的计划。今仔有50个村民到县政府头前去抗议，因指控环保局人员甲这间公司斗空。控告昆仪渎职，制止昆仪危害，制止昆仪危害。50位苗栗座叫龙兴村的村民，搁再去县府头前有布条啊抗议。因为昆武公司4月7日第3遍提出暗台场的试运转计划，有村民讲对30岁抗争到打，20年来争议拢无解决，为着公平正义甲环境生态会继续奋斗落去。一定是抗争到底。如果他这次有胆把试运转通过，我绝对跟他拼了，绝对跟他拼，到死都跟他拼。自救会提出今年2月2日监视器的画面。指控环保局3个人员捌去厂区一栋建筑起早，由厂房的干部接待，真明显迄栋建筑物是咧做办公厅使用。回避实际开发面积超过2公顷的宽屏条件，会告环保局的人员官商勾结。发公文给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说，这个没有办公使用，很大的瑕疵啦哈。就是即使我们卖田卖房，也要对3位官商勾结的环保局人员提起告诉了。昆武事业废弃物暗台场的争议，环保署修法定出落日条款，要求要伫今年9月13进前摕到处理许可，若无同意设置的物件就会失效。苗栗县环保局表示，起早甲审核拢有依法行政，自救会论点是风声放映。有人在里面，但是都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他要做农用，他可以做别的啊。我们就是告诫他说，你原则上你这个一定不能做昆营运使用就对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渲染。环保局今年捌2遍发函予县府理清争议，议会伫3月做出决议，要求县府伫咧行政诉讼结束、理清争议进前，袂当允准昆武试运转。环保局无正面回应讲敢会遵守，双方恐惊会继续对决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前甲政见影响回收的旧衫即马是无地通处理。最近真侪回收商拢成风起来，也毋过伫台东市有一寡回收商衫拢满出来，佮发现讲有一寡民众甲规车的衫佮有粪扫拢等到回收箱内底，实在是真无公德心。监视器录到有民众将规台车的旧衫，包括粪扫，等伫电火条边仔的旧衫回收箱。佮看美仔市区街路，集合式主题区挖角坑的旧衫回收箱，有真侪回收箱拢是贴满衫的情形，甚至满出箱仔外口，看起来变成粪扫箱，引起民怨。回收是一个真好的动作，毋过所在嘛爱看好。台东市公所表示，这个旧衫回收箱是委托回收业者设置，方便民众回收旧衫。也毋过连续发生疫情，甲最近的俄乌战争，真歹运往国外。清洁队已经要求业者减少坑的地点，请民众暂时忍耐，减少回收旧衫。输入到东南亚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的量也变得很少，那所以造成业者那边的收取的量会
会比较少。那这个部分我们有邀请业者请业者配合，就增加清运的频率。那此外也将一些不必要的点那其实把它撤掉，那集中管理。市公所强调，真侪市区的外港拢装有路口监视器，一旦防查后乱弹衫加粪扫，会以废弃物清理法罚1000到6000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信义乡有一个传统的原住民部落，当地有双龙水墙、七彩吊桥等正出名的风景区。之前信义乡公所嘛伫河川地种一大片的菊花哦，最近灯个大开，嘛正欢迎游客来遮看花，迅速来带动部落的观光。一片大片的朴素菊花海，互人看起来心情真好。花海内底还有一寡古水的砖滩，请游客来翕相。这边还有一些小的装饰，其实就是蛮适合来拍照的。对，然后就可以来这边看，心情就会好很多。对，这是南投信义乡第2村的溪花，是落水溪的顶楼。这块土地原本拢是石头，信义乡公所今年甲第4河川局借这块地。望增加落水溪沿岸景点，带动地方的观光。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七彩吊桥也在我们的双龙部落，所以我们今年在这里做营造，将这个土地来去做一个开发，然后营造一个花海，让进来新乡的游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景点可以去欣赏。第4河川局表示，种这片花海除了有发展观光的目的。甲拢是石头的土地整理过了后，卖当防止中大水，保护村民种的农作物。在这个高滩地上面，我们做一个整理。那除了是说可以来营造这样的一个花海的地景以外那更重要的是说，也能够保护我们乡亲在这边有种非常多在地的农作物的一个安全。信义乡公所表示，这片花海即马开甲真水，地主嘛安排市仔推销在地的农产品。因嘛欢迎民众伫咧花海翕相欣赏了后，嘛会当去边的部落甲吊桥行行咧，感受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六甲为着要拼观光，设计一个六甲边长的地图宣传片来小解六甲甲附近的风景区，嘛特别做出有在地特色的翠暗，用文创的方式来行销观光，嘛顺手做防疫，咱嘛做伙来看卖。台南六甲有一大片美国水墙，都伫台一线边啊。因为交通利便、风景水，这2冬城侪游客去翕相，带动地方观光。六甲公所嘛有做相关的导览手册，推荐当地景点。即阵就设计一个六甲边长地图，结合六甲、柳营、关田3个地区，介绍特别的边长文化。我们以我们6甲为中心，然后向南向北延伸，我们做一个皮塘的一个地图啦，让当外口的游客好，咱全国乡亲会当来这个皮塘来家呢 happy 一下啦，其实非常这个防疫期间也是适合全家一起出游。公所表示，六甲边塘是真有特色，唔但风景水，而且还有一寡边塘是有100年的历史。若除了观光，也着拼防疫。公所佮结合产业，设计出有在地特色的翠暗。是我们4只公仔那个我们的小松哥哥、小雨姐姐，还有火鹤妹跟道之哥来到6甲上好胜来到就是我们的月光米啦，松至我们的落羽松，鹤就是我们的火鹤希望我们经过这2个一个口罩的一个文创能够让那个我们的一个6甲的品牌在我们的一个台湾发光发热啦。即阵因为疫情的关系，袂当出国佚佗，公所希望若壁国来观光，阁会当甲防疫做好调整。即回透过六甲边长地图甲特色翠暗，用文创的方式，甲这景点小解互游客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的三地门乡公所正积极推动族语那乡长带头用族语做施政报告，一寡标示嘛拢用族语正用心来打造母语环境。今年嘛受到原民会颁发的母语友善环境的肯定，嘛得到5万块的奖金。今日乡大会专程用台湾的族语做施政报告，现场阁有安排即时的通译。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乡长蔡莫乐赛积极咧复兴族语，唔但鼓励公所的人员考族语认证，也会含教会做伙伫咧部落开设教学班。负责人在那边讲解推动的这个政策，请了一个专门用母语翻译的职员。希望以机关首长
率先来使用族语哈，对于整个乡或是整个族群哈，来推动族语的传承非常重要。我们的语言哈，如果没了，文化也没了。因为部落内底侪伙人多数也是讲族语，另外也要促进少年辈学习族语。乡公所积极咧打造母语环境，那公众场所的标示牌啊，拢有写族语。公所也有安排族语的统一，就连路人本所车嘛拢用族语咧放送宣传，就是要互居民的生活当中愈接触到族语。我们对族语通过的这个比较高阶的、中高阶以上的，我们会来颁发一个奖励金。我们希望用全族语来进行我们的会议，用全族语进行我们的业务宣导。那甚至我们未来要推动这个罗马字、罗马拼音的这个公文。陈摩洛塞表示，对公部门开始带头使用母语，希望会当带动部落的少年辈对咧讲，进一步传承台湾的文化根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意大利的圣卡洛剧院，最近有20个国际上上厉害的芭蕾舞者，其中有5个舞者是罗西亚人，9个是乌克兰的舞者哦。因为乌克兰的和平跳舞，嘛替红十字会来募款。荷兰国家芭蕾舞团的2位新主角奥加史米尔诺娃加维克特凯谢塔，伫咧那不勒斯的圣卡洛剧院演出2个人即季合作的新作品《雷蒙达》。这出俄国古典芭蕾教父佩蒂塔的经典作品，是讲十字军东征时阵公主甲未婚夫分离的故事。演公主雷蒙达的史米尔诺娃，本来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是国家级的艺文工作者。不过，在俄战争发生了，史米尔诺娃退团，并且离开俄罗斯，理由是这场战争让伊真见效。I think it's important in this situation, in this time, to be together on stage, to do little thing, the smallest thing what we can do for Ukraine. I think this is the main goal for all of us. 这场有26位国际上等的芭蕾舞名次，为乌克兰的和平而跳的盛会，其中有5个人是俄罗斯人，9位是乌克兰人。票一开始卖就随卖了。这么全世界大家气氛就是，唔是朋友就是敌人。维也纳歌剧院的首席男舞者乌克兰籍的丹尼斯·切列维奇科，甲合作了16年的俄罗斯的玛利亚·雅科夫列娃，最近以小邦的这支双人舞，为体现带动世界美好环境。Right now, it's very important to be both of us and to support and to show to the people that love, peace, art, support and help will save this world. 节目结束，所有舞者上台谢幕，全场坐满的观众站起来拍拍啊鼓励，共同祈愿和平早日来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